夜班，美國鬼醫院的故事。美國的醫院本應是治癒的地方，明亮的走廊，穿着白大褂的醫生，瀰漫着消毒水的氣味。可是，在夜裏，當燈光變暗，走廊安靜下來時，他們更像是通向另一個世界的門。在亞扎布魯克小鎮有一家醫院，當地人至今低聲談論。聖奧古斯丁醫療中心在90年代末關閉，原因是大火燒毀了一翼。官方說是安全問題，但民間傳言真正的原因是太多人看見了無法解釋的東西。第一夜，20年後，一群護理專業的學生被安排進去清點遺留的舊設備。這本是個簡單的夜班，檢查物品、整理記錄、成對行動。艾米尼和傑克被分配到4樓廢棄的精神科病房。電梯門一開，艾米尼立刻感覺到空氣沉重，帶着焦灼的煙味，旋急雜着腐臭。燈光忽明忽暗，伴隨着刺耳的電流聲。傑克乾笑着，好像恐怖片現場，對吧？走廊裏空蕩蕩的病床兩邊排開，有些床船綁着殘破的約束帶，角落裏散落着輪椅。一扇門上深深地挖着幾個字：別讓他們出來。低語。正在工作時，艾米尼猛地停下，他聽見了聲音，有人在低聲呼喚他的名字。他回頭，什麼也沒有。傑克正翻着病歷，完全未察覺。那聲音又來了，更近了。艾米尼，他僵住了。傑克，你聽見了嗎？聽見什麼？話音剛落，整條走廊的門同時砰砰砰猛然關上，像是槍聲在走廊回蕩。艾米尼尖叫，文件掉落一地。傑克衝過嚟，臉色慘白。大概是建築老狗。可門明明是開的，沒有縫。最近那扇門上的爪痕船帶着新鮮的木石。那個病人？他們強裝鎮定，繼續前進。突然，艾米尼看見走廊盡頭站着一個人影，一個穿着病號服的男人，一動不動，低着頭，臉藏在陰影裏。先生，傑克小心地喊：你迷路了嗎？那人未有反應。艾米尼小心靠近：你需要幫助嗎？就在這時，那人慢慢抬起了頭。脖子扭動的角度不可能是人類的骨骼能做到的。他的臉被燒焦，皮膚剝落，眼睛微微發光。他笑了，咔嚓，整層樓的燈全部熄滅。逃亡。艾米尼和傑克拼命奔跑，腳步聲在破裂的地磚上回蕩。身後傳來輪子摩擦的尖銳聲，一輛輪椅自己飛快地滾動着追來。他們衝進樓梯間，猛地把門關上。空氣驟然變得冰冷，呼吸化作白霧。門的另一邊傳來爪撓聲，像指甲，像爪子，拼命想鑽進來。艾米尼回頭望了一眼。樓梯門上那塊小玻璃窗裏，正貼着那張燒焦的臉。他在笑，嘴唇緩緩蠕動。他聽不見，但他清楚地讀出了口型：你們走不了。裂局。艾米尼和傑克沒再回嚟。他們1週後退出了護理項目，拒絕提及那一夜的經歷。聖奧古斯丁醫院依舊封鎖着，可當地人發誓，夜裏仍能看見樓裏閃爍的燈光。有人說，船能聽到尖叫聲隨風傳來。如果你把耳朵貼在那扇精神科病房的鐵門上，有人說，你能聽到那輪椅緩緩滾動的聲音，正一步步向你靠近。